我台南永康的小北路今仔日透早嘛发生一件车祸，这轿车先去撞着路边的3台奥多麦，伊后壁的这个奥多麦呢，就挡袂牢，都挤落去轿车的后斗。想袂到啊，这个赛车的驾驶并无落来关心嘛，伊直接加速赛车绕跑啊！所以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今麦警方调监视器要来找出来。第一架轿车失控，先弄到停伫路边的轿车，结果弄到火车。所落个搁下弄头前的汽车，落尾瘫痪停伫咧半路中。后壁奥多麦未护线，直接甲弄落，害骑士刹车。想袂到这个吊水驾驶，若无来关心，颠倒想要绕跑。伊导游问啊，对，伊当硬要走的。落尾驾驶发现车被塞截，物件体力就随伊走。伊一路行来到我到的巷仔，当作什么代志拢无发生。弄着是阮报警，伊阮无来哦。目骨顶，伊个目骨顶会倒啊，目骨顶看我看伊要走。啊！伊个桥都摆搁坐伫后壁，我叫伊个桥都摆走，才会行袂走，袂走了，伊拢一来走去这边过啊。代志就发生伫台南永康的小北路，吊水轿车弄甲变废铁啊，安全气囊崩溃，轰隆的车嘛真凄惨，钣金冒落，车壳碎片落归涂骹。第一台轰隆的白色轿车，然啊甚至也落出来。啊，你的车是停喺领导门口。系啊，伊弄了，伊就走啊嘛。啊，尾啊警察哪有去找伊个犯？驾驶连续弄到路边的3台车，也有店家设备，搁害一个骑士受伤。是驾照赛车，也是疲劳驾驶，或者是有其他原因。警方即摆是沿路调监视器，要追查驾驶行踪。驾驶人是走去啊，也不过吊水之前是安怎想也想袂起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